总统大选的期间，保护着参选人安全的特勤人员的编组安慰7号早起来成立，嘛来展示这届维安的装备甲战机的操演。这个18号到22号这段时间，参选人来登记，只要登记好势，行出着中选会，特勤就会马上接手执行任务。 2020总统大选特别维安编组早起伫公安局特勤中心成立，公安局长邱国正特别亲身主持，伊强调讲绝对保持行政的中立。对于候选人以及他的配偶，只有安危，没有情说。我身为指挥官，对于整个任务的承办负有完全的责任。我们荣辱与共，勇于承担。 这摆安慰7号每组55个人，总共组成5组，一组的后备组，也就是讲总共330个人，要负责这摆正副总统参选人的维安任务。若是讲这摆总统大选较无5组，其他的随后将会机动调派，加强参选人的安全维护。 只要参选人登记后行出中选会队，随接手维安特勤中心嘛讲，时到卖甲国民党参选人韩国瑜的护卫队进行协调。这摆嘛特别为德国引进7人座警备车，予参选人来用。这一台真来票要285万，是用防弹玻璃加特殊的太阳。 同时嘛，特别买新型的克拉克底层，发予随后使用。特勤中心是亚洲头一个有这项武器的单位。